我们来操作一下嘻哈风点歌机129万曲库系统在线升级。首先，这是点歌机的主画面，我们在主画面当中选择右上角的工具按钮，点击工具按钮，会弹出一个窗口，这个窗口当中我们选择设置，点击设置，它的一个初始密码是123456，我们确认之后，我们会进入了一个基础设置当中，然后我们再选择系统设置，点击系统设置之后，我们会看到机器的 MAC 地址，还有机器的型号，还有系统版本，还有一个系统升级。我们在系统升级当中选择管理键，点击管理，然后选择确认是，然后它就会自动进行升级，3到5分钟之后系统就会升级完成。因为我的机器已经是最新版系统，所以就无法升级。